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24号。这一期咱們講一個故事。什麼故事呢？說的是一位姐姐花了27年鍥而不捨為自己死亡的弟弟報仇的這麼個故事，也叫追兇的這麼一個故事。當然了，這個故事不是編的，而是真實發生的，很多媒體報道過。故事的主人公叫李海玉。1977年李海玉出生於湖南興寧縣一個大家庭，他排行老四，上面有3個姐姐，下面一個妹妹，還有一個弟弟。那個年代這個李海玉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顯然你看他家6個孩子，最小的那個孩子就是弟弟，叫李某平，比这個李海玉小6歲。那簡單點說就是2-3年一個嘛，對吧？大家記得這個莫言那個《風雨飛騰》裡面寫的就是招娣、盼娣、來娣、想娣、念娣，生了7、8個之後來一個兒子。這個典型的是中國農村的一個那個時代的一個現狀。這個李海玉家6個孩子，前面5個都是女孩，最後一個是弟弟李某平。那可想而知這個李某平作為一個家裡唯一的男孩，那是多麼的受重視或者叫寵愛，千呼萬喚始出來而且這個弟弟李某平應該是1983年生的，正好趕上計劃生育，為此父母還被罰了5000塊。那也不難想象全家這些姐姐還有父母，什麼爺爺奶奶，估計對這個李某平那只都是寶玉就像贾寶玉一樣。上個世紀90年代為了謀生，李海玉的父母跟很多農民一樣，他從湖南跑到廣東雷州，在當地一個叫麥車坎村幹什麼呢？承包果園，種植橘子。那麼這夫妻倆到了這個廣東承包橘子園的時候就把兒子也帶過去了。兒子在麥車坎村上小學，然後其他的家庭成員，对吧？这些姐姐恐怕都在老家跟爺爺奶奶在老家生活。這個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一個普遍現象，一個非常平淡無奇的這麼一個家庭。但是事情在1992年12月發生了命運的改變，一家人的寧靜平靜為此打破。怎麼回事呢？就是這個李海玉的父親在雷州承包那個橘子園的時候就遇到了一位這個也是老鄉，叫易長青。這個易長青當時不知道怎麼着，他就流浪到雷州。他跟這個李海玉他父親他們家都是一個縣的。我還認識一個湖南朋友，也姓易，容易的易那麼李海玉的父親看見這個易長青生活困難，流浪又是老鄉，然後就收留了他，在果園裡面打工了沒多長時間也就是1992年12月22號8點，那是傍晚時分21歲的工人易長青因工資糾紛和李海玉的父親就發生爭吵。隨後據目擊者說這個易長青他就來到了麥車坎村小學，謊稱這個李海玉的弟弟就找到李海玉的弟弟叫李某平告訴他說你媽生病了，病危要見你最後一面，然後就從學校幼兒園不是小學把這個李某平從學校就帶走了。結果到了放學時間這個李家人發現兒子下落不明，找不到兒子，再一打聽才知道是易長青把兒子接走了。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易長青和兒子叫李某平一直就下落不明。李海玉的家人就到處找尋報警求助，均無線索。記住那是1992年，報警了恐怕也沒什麼用，那時候還沒有110，那個時候走丟一個人那就走丟了吧，還能怎麼着呢？所以当時這個李家人肯定是把目光就鎖定在易長青，那肯定是易長青把他兒子弄走了。當時還以為易長青把李某平給拐賣了。過了3-4個月以後也就是1993年2月19號下午，當地村民發現一具男童屍體在麥車坎村附近的甘蔗林裡面。雖然經過了一個冬天的吧，但是因為時間比較長了3-4個月，那屍體肯定是高度腐爛，不太好辨認。但是經過李海玉父親對吧，加上親屬去辨認他們認為那個死者就是李某平，李海玉的弟弟就死了。根據當年參與辨認屍體的當地村民回憶因為他們跟這個李家認識，去看這個屍體的時候屍體已經腐爛，而且屍體附近還有一把小刀，這是關鍵證據那這個刀呢，據李某平這個小學同學
學說啊，當天啊，這個易長青把李某平接走的時候啊，那易長青就携带了这把刀进入学校，身上有这個刀，所以也就是說啊，根據這個李某平小學同學指認，這個刀啊就是嫌疑犯易長青的，那就在發現屍體的這個旁邊發現了這把刀。然後怎麼確認說這個屍體是李某平呢？那一個關鍵證據就是李某平的這個大拇指啊有點歪，可能長得有點畸形，正好跟屍體的這個特徵吻合。大家記住了啊，當年可沒有什麼 DNA 比對，對吧？什麼這一說這個，我有想起我以前我那同學殺人，那是96年還是95年，你看時代都差不多。也就是我們那個村裡面的棉花地裡面發現一具這個女孩的屍體，實際上是我們那個中學的一名女學生，初3的學生。後來就追查兇手啊，那怎麼查呢？那是應該是95年啊，就開始就是把他那個屍體裡面的體液啊給剔除出來，送到合肥去做這個 DNA。那個時候 DNA 剛有這概念，合肥做不了，據說啊送到北京去做的，這是關鍵的定案證據。但是那個1993年啊，恐怕當時就這麼草草收場了，就通過這個啊，首先認定啊這個李某平已經死了，然後這個兇手啊大概就是易長青。當時的這個警方啊，也就是侦查人員呢，做完尸检後以及現场勘驗，將屍體交由家屬處理。那這個李家啊和當地村民龚某某一起將這個該具屍體啊帶到了鵝崗村村口附近的樹林裡埋葬了，就隨便找個地方給他一埋，因為小孩嘛，恐怕也就7、8歲。連墳頭都沒立，更談不上墓碑了，對吧？找個地方一埋就完了，就符合那個年代的這個行為準則啊，那個通行守則啊。這個李家人呢，由於擔心，你看這個千呼萬喚的獨生子，對吧？家裡視如珍寶的、視如寶玉的這個兒子死了，由於擔心啊，孩子的母親還有孩子的這些姐姐妹妹太小啊，受不了這個打擊，所以他們就隱瞞了這個情況，像家裡啊，就說這個孩子啊被易長青帶走了，下落不明，也就是啊，已經發現這孩子屍體他們認為孩子已經死了，這個事情並沒有告訴李家的這個，尤其這個主角啊，這個叫李海玉，還有這個他母親，他們都不知道，他們以為這個弟弟啊被人家易长青給帶走了，拐走了，肯定是拐賣了。這個易长青啊一直沒有落網，李家人沒有放棄追兇。這個孩子的父親啊叫李某祥，隔一段時間他就說出去找孩子，告訴他媳婦，告訴李海玉，對吧？出去找孩子，實際上呢，他不是找孩子，他是找那個兇手易长青，找了10幾年都沒找到，沒有下落，也沒有易长青的這個行蹤。直到2014年11月，這個孩子的父親啊，就是主角的父親，終於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死之前呢，就把這個李海玉叫到身邊，給他一個遺囑啊，這個不是什麼皇位詔書啊，交了給這個李海玉一個紙條，說這是遺書，臨終遺言啊，一定要為弟報仇。當然了，他不是說為弟報仇啊，說是不管付出什麼代價，要找到易長青，一定要將其繩之以法。就直到這個時候啊，李海玉還不知道自己弟弟已經死了。這位父親拉着李海玉的手說啊，這麼多年他時不時離家，就是為了找到易長青，為此吃了很多苦。這是一個父親的臨終囑託，而且也只跟這個李海玉說了。為什麼呢？因為自從他弟弟去世以後啊，就是或者叫弟弟失蹤以後，這個父親啊就把李海玉當個男孩養。這個李海玉覺得自己啊也是全家的希望，弟弟失蹤了嘛，剩下5個丫頭，對不對？那得有個當家的啊，他这個老四啊性格恐怕像男的，所以說啊，他就繼承了他父親的遗志，一定要找到這個易長青，找到自己的弟弟。這個就是李海玉追兇的故事，曾經被媒體廣泛報道，被稱之為王弟追兇27年的姐姐。那這麼多年啊，這個李海玉啊就邊工作邊打聽，尋找弟弟下落，也尋找易長青。由於弟弟失蹤，對吧？然後這個父親啊，實際上父親是在追兇啊，找這個易長青，但是在他們看來是這個父親是在找弟弟。那當然不管是找弟弟還是找兇手，那這個家就整個毀了，工作重心啊由抓經濟，對吧，變成了追兇，所以這個家裡的这個經濟狀況那就一落千丈。哎，這也符合上個世紀90年代啊這個特徵，對吧？那時候就是沒錢嘛，都窮。所以1997年啊，這個李海玉初中畢業以後啊，他就輟學打工去了。這個李海玉也是的，他就邊打工啊，他就邊打聽這個易長青，因為他們是一個縣的。這個李海玉去過雲南、貴州、四川、廣東，為了更好的找到他弟弟，更好的找到
義長青，這個李海玉啊還學了四川話、廣東話。在他打工5年以後啊，2002年在廣州，他遇到一個老鄉，對方說知道他弟弟的下落，讓他跟他上車。到了一個村子後啊，把他鎖在一個房間裡面，外面有人數錢，好像說是2000塊，還說要把他賣給這戶人家當做媳婦。他假裝聽不懂廣東話，借口說上廁所，然後尋找機會跑了。2002年啊，就是他找弟弟找兇手的時候，差點被人騙了，拐賣了，賣到山裡給人做媳婦。還好他機靈啊，跑了。我想起了那個有個趙薇演的電影叫《親愛的》，是吧？也是兒子被人拐賣了，然後就到處就是當爸爸的到處找啊，各種上當受騙，就人家就利用你，对吧？尋親的這種需求，对吧？這種線索，然後就人家編各種故事就騙你上當。所以說這個李海玉啊，經歷了什麼，咱們都能想象。一個初中畢業的一個女的，為了找弟弟，她就專門往那個湖南人的堆裡扎，打聽湖南什麼什麼縣的姓義什麼義長青的，哎，長什麼樣，对吧？有沒有見過？2006年啊，這個李海玉在廣州白雲區開了一家理髮店，顧客主要是附近的居民和工人，經常遇到湖南的老鄉。每次一遇到湖南老鄉，李海玉都會打聽義長青的消息。終於有一天啊，有人說啊，義長青死在外地，實際上恐怕他們說的都不是一個人啊。但是這個李海玉以為這個義長青真死了，所以他很失望，因為如果義長青死了，那他就沒法找到他弟弟的下落了，這線索就斷了。他那個时候還不知道他弟弟已經死了啊。但是到了2012年，一位顧客啊跟李海玉說義長青沒死，現在在外地做包工頭，這線索又來了啊！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燃起了這個李海玉的這個希望。那麼为了打聽義長青的位置到底在哪裡，对吧？這個李海玉就謊稱啊，說他那這個人認識啊，對吧？認識李長青，他能說義長青啊，能知道這個義長青在什麼地方做包工頭，那他要套他話。那你怎麼套他話呢？你得編一個身份，對吧？你跟義長青有什麼過往？所以這個李海玉啊，他就編了一個啊，他說他曾經跟着這個義長青後面打工，然後這個跟義長青借過錢，然後現在找他是為了給他還錢，哎，就編這麼個故事啊。好，這個李海玉啊，終於打聽出義長青老家村子的名字，這又更進了一步啊，也是他知道本來就知道是湖南他們是一個縣的，但是他是哪個鎮的吧，哪個村不知道，這回直接就查到了義長青的老窩，他老家村子都找到了。好，這個自從2012年開始啊，這個李海玉啊得知義長青的這個家庭住址之後，老家的住址之後啊，因為那個時候都出去打工啊，所以人家不在家。但是這個李海玉一有機會啊，就跑到這個義長青的老家去蹲守，但是一直都沒有碰到義長青，他經常去，直到啊4年以後，2016年，這個李海玉啊繼續在義長青老家蹲守的時候，突然看到一名40-50歲的男子路過，他感覺這個人長得應該像義長青，所以他就喊了一聲義老闆你回來了，也就是他就炸他啊，就喊他義老闆看他反應。然後他呢以工友的名義跟對方攀談，就是義老闆不是包工頭嗎，對吧？並偷偷拍下了該男子的照片。這是2016年啊，恐怕雙方還留了聯繫方式。根據李海玉的說法啊，這名男子很警惕也很狡猾，面對他的試探都一口否認什麼義老闆啊，不是。因為剛開始啊，這個李海玉他也不能確認這個人就是義長青。有一次啊，這個男子啊在微信裡面聯繫李海玉，說想他，你看看啊，也就是李海玉這個用了美人計啊，為了套這個義長青的話，對吧？那這個男子說他想李海玉，所以李海玉那就為了一看上鈎了啊，為了配合演出，使出這個叫美人計，和這個男子啊聊天的時候啊就曖昧起來了。這男子說啊，每個月給他6000塊錢工資，就是意思你跟着我幹吧，对吧？我這包工队施工队啊也要人，对吧？你这去我這個廠裡來幹活，一個月給你6000。那這個李海玉呢，為了套住這個男子啊，就是貌似像義長青的這個男子啊，他就故意的啊說自己這個婚姻不幸，對吧？跟老公吵架要離婚。哎，這男子一看，對吧？有機可乘，立馬就加大攻勢啊。所以說啊，就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李海玉啊跟這個男子啊就開始網戀啊，經常聊天。根據媒體報道啊，兩個人聊天聊得很火熱啊。這個男子讓李海玉脫衣服，這個李海玉就把衣服脫了，那還裸聊啊。可見啊，為了給弟弟報仇，為了追兇，裸聊都上了啊。
按照最新的這個什麼治安管理法還是什麼法，那這都是犯法了啊，要抓人。這個李海玉說啊，我沒辦法，如果不照做，他就會和我斷了聯繫，只有犧牲自己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李海玉說啊，2019年3月網聊了幾年，並答應嫁給他。李海玉從男子嘴裡套出他叫易根華，以前讀書時叫易長青，直到這時李海玉才基本確定他找到了那個要找的人。但是這個改名為易根華的這個人呢，他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位置在什麼地方呢？所以說為了套出这個易長青的位置，那這個就成了一個關鍵任務。2020年5月，李海玉跟易長青說啊，自己離婚了，先去找他，讓他發個定位過來。易長青上當了，發了個定位，顯示在廣西。隨後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雷州警方，就是廣東雷州啊，就是當時他弟弟被害的地方。不久，易長青就被抓捕歸案，也就是兇手落網。这就是一個姐姐堅持27年追兇，靠個人找到這個兇手的位置。根據雷州警方此前通報，2019年專案組民警最終成功鎖定易長青的真實身份易根華。2020年5月中旬，專案組民警經循線追蹤，成功掌握易根華在廣西的活動軌跡和落腳點。之後，民警奔赴廣西桂林市永福縣，在一個工地成功抓獲易根華。經審訊，易根華對其與李某祥，也就是李海玉的父親有工資糾紛而懷恨在心，持刀殺害了李某祥兒子李某平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根據南方周末的報道2020年6月，就是南方周末報道也就是5年前這個易長青，也就是後來的易根華被抓之後，媒體就報道了，這個易長青殺害李某平後隱姓埋名，輾轉在雷州多個甘蔗園打工，逃離雷州後易根華跑到了雲貴川一帶山區，做起了流浪漢，靠翻撿垃圾覓食，累了就倒頭睡在山裡。就這樣過了7、8年，他才結束流浪生活，回到湖南結婚生子。報道稱易根華腦瓜靈活，吃苦耐勞，結婚後拉起一支幾個人的小施工隊，專門承接木工活。直到易根華落網，李海玉才知道弟弟的遺體早就找到了。李海玉本以為自己完成了父親的遺願，誰知道案件突然出現新狀況。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警方把這個嫌疑犯易長青，也就是易根華抓住之後本來這個事情不就告一段落了嗎？對吧？大仇得報，兇手落網。結果風波又起。什麼風波又起呢？2021年2月份，李海玉收到湛江市檢察院做出的不起訴決定書。什麼意思這人已經抓了這個雷州警方已經把案卷移交到檢察院了，檢察院給這個家屬來了一份不起訴決定書，也就是說不打算告這個易根華，要把他放了。那好多人就說了，好不容易对吧，美人計都上了对吧，裸聊都上了，才把人給抓住27年了。結果檢察院說不起訴，憑啥呀？憑啥有3個原因。第一個，也就是李海玉的弟弟被害人李某平下落不明，認定其死亡的證據不足，當年沒有對屍體做 DNA 鑑定，並且屍體高度腐爛，也不能從樣貌上辨認屍體就是李某平。最主要的是該屍體長度與李某平身高相差較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到現在為止這個屍體找不到了，如果現在能找到，那一樣的還可以做 DNA 鑑定。所以說這個檢察院根據上述這個理由認為第一個是你弟弟现在不能認定是死亡，有可能失蹤，有可能現在在活着好好的。第二個呢，當年做這個現場勘查的時候，這個死因沒有說，這個就是這個屍體到底是什麼原因死的，窒息死亡還是流血過多死亡怎麼？因為當時不是屍體高度腐敗嘛，腐爛对吧？也4個月了，當時的技術條件恐怕也比較糙現場勘查筆錄、照片、屍檢還有提取的刀具，這些檔案沒有了，不知道丟哪兒去了，年頭太長，所以說只剩下現在活着的人的一些證言證詞。大家也知道这種涉及到命案證言證詞是不行的，就只有證言證詞是不夠的。也就是說对吧，你當時的這個工作檔案的保管，包括現場勘查，這個死因等等都沒做。第三個就是李某平被易根華殺害，只有易根華本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易根華的供述是孤證，不能認定其有罪。也就是說這個兇手承認是我殺的，但是沒有其他證據，那你也不能認定就是他殺的。对，不是說你說是你殺的就是你殺的，那不行得有證據。所以說這個湛江檢察院來了一個不予起訴決定書，那就是馬上要放人了根據李海玉的說法易根華落網以後，
警方曾組織多次到當年埋屍地開挖，但一直未能找到弟弟的遺骸。在和警方的溝通中啊，他被告知此案的一部分案卷丟失了。所以说啊，这個李海玉啊，对吧？這玩意兒分上下級啊，上級是追兇，下一級變成要定罪。你把兇手找到了，人要放，对吧？你怎麼找證據定他的罪？這個易根華大概也知道了啊，他的案卷丟失，關鍵證據都丟了，所以關鍵時候他就翻供了，他不承認。警察抓到他的時候，他承認了，哎，人是我殺的。但是他一放出來之後啊，這個易根華就非常囂張了，認為自己死不了，所以說經常啊在村裡面就說啊，人是我殺的，又能怎麼樣？就是沒有證據。很多媒體啊就對這個進行了報道。這一戲劇性的反轉呢，這個案子引起了輿論的關注。2021年3月，澎湃新聞以命案嫌犯27年後被抓，檢方不起訴，供述是孤證，部分案卷丟失，所以這個案子進入公眾視野。澎湃新聞這個深入報道啊，這個檢方不起訴，嫌犯被釋放，這個姐姐李海玉啊，那無法接受這個結果，他們選擇申訴。2021年9月，湛江市檢察院審查認為，本案的現有證據無法形成緊密閉合的證據鏈條，未能排除合理懷疑，認定易根華構成故意殺人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該院決定維持對易根華作出不起訴決定。李海玉的申訴理由不能成立，檢察院不予支持。你看看啊，這個姐姐真不容易啊，申訴上級檢察院不予支持。同年9月，針對李海玉的申訴啊，廣東省檢察院回復稱，該申訴符合受理條件，該院依法受理且申請調卷。也就是說，湛江市檢察院不予這個支持，但是廣東省檢察院支持，對吧？更高一級的檢察院同意要重新調卷重查。該院將在收到調卷材料後移交具體辦案部門辦理。在這個過程中啊，李海玉一直沒有放棄，他堅持申訴，一遍一遍的接受媒體採訪，對外發聲求助，就是希望推動此案完成追兇，對吧？完成父親交代的這個遺囑啊，對吧？這個囑託啊，為弟弟報仇啊。也是2022年11月，這個案子又迎來轉機。廣東省檢察院作出了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廣東省檢察院複查過程中補充了部分新證據，認為現有證據足以認定易根華殺害李某平的犯罪事實，所以撤銷了湛江市檢察院此前做出的不起訴決定，並將此案移送湛江市檢察院依法報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2024年2月，過了1年半啊，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易根華予以核准追訴。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案子已經過了30年了，所以對吧？要再追訴的話，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這個案子頂到頭了。所以說這個姐姐啊，那一直是在對吧？為這個事情不依不饒啊，就堅持。那麼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以後啊，這個易根華再次被羈押，李海玉的追兇啊，終於看到曙光。2024年2月，雷州警方以易根華涉嫌故意殺人罪，將案件移送湛江市檢察院審查起訴。2024年11月1日，此案一審在湛江中院開庭審理。為了表明心志啊，在參加庭審前，這個李海玉啊剃了個光頭。當年47歲的他啊，雖然有白髮，但是他說不復仇不留髮，他的訴求就是為弟弟報仇，判處這個易根華死刑。出庭的時候，這個李海玉還帶上他父親的這個遺照，讓父親也這個在天之靈一起來見證這個庭審，對吧？他也沒有辜負父親的囑託。但是庭審的時候這個兇手易根華說他沒有故意殺害這個李某平，而是在過水溝的時候那小孩肯定掙脫什麼之類的他說刀子不小心劃到李某平，也就是意外傷害，不是故意殺害。你說这事？案發之後一直潛逃，沒有投案，是因為當時年輕很害怕。這個易根華的這個說辭遭到公訴人的反駁，公訴人出示相關證據，建議判處易根華死刑。易根華不認罪悔罪的態度讓李海玉很氣憤。李海玉跟易根華說是我親手把你抓到的。易根華沒有接着話。經歷長時間的等待之後2025年12月23號，也就是昨天，此案迎來一審判決。浙江中院一審認為，易根華持刀故意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被告人犯罪手段殘忍，犯罪後果和罪行嚴重，應當依法予以嚴懲。鑑於公訴機關未能提供現場勘查筆錄、屍體檢驗報告等證據，量刑證據
據存在瑕疵。據此，浙江中院作出一审判決，易根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对这个結果，李海玉那當然是不滿意啊，對吧？他要為他弟弟報仇，他希望這個殺人犯要判死刑，以命償命啊。但是一審判決是死緩，那麼這個李海玉會不會上訴？這個不知道啊。所以我看完這個故事啊，很感慨啊。首先我說結果啊，就是說李海玉如果上訴的話，大概率還是死緩，因為確實啊，到現在為止，就是廣東省檢察院補充了一些證據，那還是缺這個當時的關鍵證據，對吧？你沒有辦法認定這個易長青他是故意殺害還是意外，而且易長青本人的供詞還不能，你不能靠供詞來認定他有罪，所以這就是這個案子的遺憾的地方，就是這個姐姐啊，嘔心瀝血、費盡心機的把兇手抓住了，但是最後缺乏證據，你還是定不了他罪。這裡面有很多蹊蹺的地方啊，因為這個過程正好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到現在，咱們是親身經歷。第一個疑問啊，有的是年代原因，對吧？但是技術條件限制，沒辦法。但是在2019年、2018年、2016年，對吧？這個李海玉就已經鎖定了易長青家庭住址什麼地方？為什麼警方不出面呢？他們還加了微信，微信都是實名，對不對？而且微信你只要一聊天，你在什麼地方馬上就鎖定。大家還記得口罩期間吧，對吧？什麼密接、時空伴隨者，那都是怎麼實現的？所以說你都加了微信，兩個人聊天聊了3年4年，還互相裸聊，套出他的話啊，而且還要套出他的位置，警方才能抓他。我覺得這就說明咱們這個，對吧？很多這個機制啊，有點吹過頭了，或者就反過來說明咱們這個破案，對吧？破案率，咱們破案的水平恐怕比宣傳的要差得多。什麼命案必破，對吧？你看這麼重大的線索，居然兩人聊了4年，啊，媽媽還套他的話，哎，動不動他還拉黑，一拉黑還就失聯了，那怎麼可能呢？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啊，那只能說明這個不作為吧。第二個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當時這個他父親啊和這個易長青在一起也有1年將近，而且他們老鄉是縣裡面的一個縣應該大家很熟，對不對？就是說雖然我沒去過你們那鎮，但是一說哪個鎮哪個鄉應該知道，都因為是老鄉嘛，在一起幹活幹了1年，你不至於對那個易長青一點都不了解，大致哪個鄉的哪個鎮的，對不對？說話口音，他說的人和事，也就是說啊，他一定能鎖定一個小的範圍。雖然啊，這個易長青後來不是跑了不流浪，對吧？在雲貴川地區成了流浪漢，那個時候雖然還沒有身份證啊，對吧？那身份證還沒普及啊，要查一個人也不太容易，是吧？但是如果警方負責的話，那個時候去他村裡面調查，對吧？也能知道他下落。而且他等到這個人後面改名叫易根華回來之後，地方政府、地方派出所，對吧？甚至地方的這個村長、書記都應該知道啊，不可能是吧？隱姓埋名，他名字一改，這麼長時間沒人知道，所以我就覺得啊，這裡面到處都是不作為啊，也就是咱們老說的草台班子。我不否認啊，但是技術條件，對吧？有限制，但是這個純粹是一個態度問題，對吧？你不想破案，所以這個案子啊，既有那個時代的這種對人命的漠視，對吧？這種啊條件限制的這種無奈，那更反映的就是這種叫不作為、草台班子、糊弄。以口罩期間，對吧？這種查密接的這種能力，這案子很好破啊，怎麼會破不了呢？也就是抓住易長青不難，但偏偏，对吧？讓一個女子，對吧？初中畢業的，以身體相誘來破這個案子，來抓人。這個與其說是啊一個姐姐鍥而不捨為弟報仇，還不如說是一個政府不作為，對吧？這種事情就不應該發生。如果不是這個姐姐鍥而不捨，那這個案子到現在還破不了，這不是悲哀嗎？一個家就因為這個事情完全毀了，整個的軌跡的發生改變。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